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在建筑房屋时，砌砖可是必不可少的工作。然而，在砌砖时挤压出来的混凝土干燥之后，对于墙面的粉刷非常影响。为此，国外的一名建筑工人发明了一个墙面美缝神器，能够把流出来的水泥清理掉，不仅看着美观，也为以后的粉刷提供了方便。这个工具的外形就是一个小推车的样子，结构非常的简单，前面是2个小轮，后面是把手。而中间则是一个伸出来的一段，在使用时，先将砖块砌好之后，然后用这个工具在砖缝中来回推几下即可，多余的水泥就被刮了出来。因为工具的长度刚好合适，所以完全不会影响到砖块的稳定性，而且还可以在地上铺上袋子，把刮掉的水泥接上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砌砖时水泥的浪费。据发明者介绍，他发明的这个小工具不用油，不用电，构造十分简单。制造一个最多30元，但是对于精益求精的砌砖工作必不可少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工具实用吗？视频素材来自网络，更多新奇科技，欢迎关注君子科技。